試過你就會知，係啦，冇100套都有幾廿套啦。其實裝完嘅都翻唔到轉頭，因為有酒噴同埋冇酒噴踩落去個感覺都完全唔同。試過你就會知。咁你話唔加酒噴得唔得？其實可以嘅，但係酒噴一定係最廉價嘅呢個動力來源啦。咁佢又有效解決本身嘅積碳問題，咁好處多多，即係性價比最高。咁你話真係我一架7.5馬路，我想改到500匹落轆嘅，咁你基本上動力要打到個 boost pressure 2.4、2.5嗰把，咁你先至落轆會有500匹。咁其實方式好多種，可以追加燃油啦，可以加氮氣啦，可以玩 flex fuels 啦，即係乙醇啦，咁睇個濃度啦。但係其實每樣嘢佢嗰個背後嗰個做法都會有唔同，調整都唔同。你睇下你最終你想做到啲咩效果，可以砌翻個最適用嘅方案咯。因為你話乙醇嘅會唔會勁嘅？因為佢個點火可以推前多好多，差唔多1倍咁滯。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你行乙醇嘅時候，你本身嘅油路，你嘅嘢係會有腐蝕性。咁唔係部車都可以好好咁樣 handle 到乙醇。你話新款嘅寶馬 M Performance M 車係啦，係可以嘅。佢本身個油路，咁因為佢有啲地區係可以行250噶嘛，即係例如美國，咁佢本身嘅油路係有 support 呢樣嘢嘅。但係你話一架歌虎或者 RDS3，我想玩 fast feel 嘅，可以，但係個 percentage 一定唔會好高咯。即係落場啦，入乙醇行得激進啲嘅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如果你長效使用咧，一定會腐蝕晒你嘅油路。咁你話再激進少少嘅香港地比較少人玩嘅嘢啦，呢個氮氣 NOS， 咁有分兩隻，乾式一氧化二氮啦，可能你會做埋濕式氮氣，就係氮氣再加燃料 mix 注射去副 engine 度，獲取更加多嘅 power。呢個係咪一個可行嘅方案呢？係嘅。因為其實喺美國啊或者成佢哋跑 drag race，even 一架好素嘅車，咁佢哋用濕式氮氣嘅時候，真係多80匹、100-200匹都可以做到出嚟，真係一懟落去即刻有 power。但係副機器嘅耐用度係幾多呢？適唔適合日常使用呢？係未必嘅。咁氮氣成就都有啲使用場景限制嘅，就係你必須要呢個天風全開啦，地板有啦，你先至可以去噴射。如果唔係咧，有可能你半開天風啊，即係半腳油成啦，個天風未全開咧，你噴氮氣啦，咁會產生回火，可能會着火或者產生爆炸，係啦。咁相比之啦，而家嘅酒噴系統啦，都十分之智能，可以跟轉數噴射可以跟壓力噴射可以跟咩噴射，係啦。咁因應你嘅需求去噴射落副 engine 度，做一個額外嘅燃料。有啲人話係咪咩車都要改落去呢？咁又唔係嘅。其實都係要睇翻個客人本身嘅需求，即係你話或者使用者嘅需求啦。如果你冇呢方面嘅動力追求，咁其實你都唔會去裝啦。